399蚊去旅行2日1夜，住靚酒店，食靚自助餐，邊度有啊？我哋即刻去片。大家好啊，歡迎再次收睇點睇。今日我哋參加一個2日1夜嘅旅行團去惠州。由於去旅行首日係端午節假期，太多團太多人喺羅湖關口門口地下等啊。旅行社職員就話上1樓，話真係鬆動好多喎。等咗一陣，旅遊巴終於到。但係泊唔到近嘅地方嘅，因為太多旅遊巴啦，只可以泊喺香格里拉對外。終於上咗車啦，架車行咗一陣間，又到小食、斜凍、推銷時間。由上車計行咗個幾鐘之後，去到服務區，即係洗手間，同埋有便利店可以俾你買下嘢食啊，坐低咁樣。然後再行車幾個字，去到食午餐嘅地方。餐廳叫做東道主，哇，個名幾好聽喎。首先上個蘿蔔湯，正正常常嘅。隻鹹雞就有少少鞋鞋地。煎蛋餅就正正常常啦。個鴨我老婆話幾好食。炸豆腐粒都幾滑。魚香茄子冇乜鹹魚味，但係就好多鹹魚骨。梅菜扣肉冇咩梅菜味，好淡口啊。反而兩款粽都幾好食喎。條魚就好多骨，但都算新鮮嘅。炒菜就比較多油。西瓜 OK， 夠清甜。食完飯就去個景點叫做惠州植物園，佢入去係免費嘅。咁入到去嘅感覺呢，就有啲似香港嘅濕地公園啊。公園入面呢，又有個大嘅溫室，導遊話入面有好多種植物，同埋有好多毒蚊。本來我都猶豫緊入唔入去嘅，但係奶都奶啦，咁就入去望望啦。一入到去呢，其實個環境係幾靚嘅，咁但係有感覺呢，就係覺得溫度上升喎，好似入咗個巨型桑拿房咁樣。上返轉頭呢，又唔可以，因為佢係條單程路，要行完先出到去。咁所以秋天或者冬天嚟就比較舒服啲。好彩暫時都唔見話有好多蚊，只係右手有個位俾佢針咗下啫。哇，30幾度入溫室，正喎。行到最高嗰層，見到有個科普館，哇，有冷氣喎，咁就喳喳淋入去啦。嘆完冷氣出返嚟之後呢，見到門口側邊有部雪糕機，哇，真係識擺位喎。然後就去到今個行程要入住嘅惠州皇冠假日酒店，酒店都算幾靚嘅，check in 咗先。然後嚟個 room tour，一入到去，咦，右邊有個花樽咁骨子嘅，跟住呢邊有個櫃，有個電水煲，隔離有雪櫃，下面有個擠冰嘅壺，隔離有啲茶啊、咖啡啊咁樣，有啲杯，入面衣帽間有夾萬，櫃桶有浴袍2件，有拖鞋，有衣架可以掛衫，有燙衫板燙斗。
隔離有個浴室，左邊就有個坐廁，隔離有企缸，然後出咗嚟，行好遠先至有個浴缸，好大地方喎。大細鏡都有，有啲毛巾，有沐浴露，有 lotion，櫃桶入面有棉花棒啊、梳啊、浴帽啊、鬚刨啊、牙膏、牙刷啊等等。右邊有張書枱，隔離有 king size 嘅大床，或者好巨喎。左邊有部大電視，景觀就望樓景，都算開揚嘅。下邊有梳化，有 USB 插頭可以叉電。樓下有健身室，都算面積大嘅，但係啲器械都唔算好齊全。佢好多跑步機，有2部爬山機，但係就冇單車啊，冇嗰個划艇機，亦都有室內恆溫泳池，又有室外泳池。仲有個網球場，跟住就到5點半食自助晚餐。哇，5點半咁早嘅，平時都未收工啊！佢晚餐係5點半食到9點，3個半鐘。睇下有咩食先，有哈根達斯，有軟雪糕，有啲甜品。呢個梅菜酥，朱古力噴泉，有啲麵包啊、格仔餅啊、葡撻啊、酒類啊，有凍檸水。哇，跟住有好多飲品啊，有紅茶、酸奶、果汁、汽水、咖啡機、勁加裝嘅5穀飲品、熱水、啤酒、紙包同罐裝飲品，又有咖啡機、法式焗番茄、德國鹹豬手、烤土豆、香炸龍利魚、咖喱丸子，好似係魚蛋嚟嘅，焗番薯，有沙律類，生果，又係咖啡機，咁多部嘅，有壽司、刺身，有粽、炸三文魚骨、黑椒牛柳粒、辣子雞、
蘿蔔牛雜、南瓜、菜、茄汁意粉、燉湯、煎牛扒、煎羊架、粉麵檔、烤蠔、碗仔翅、雞蛋仔、豬扒包、德國腸、披薩、烤肉、凍海鮮。先嚟杯咖啡，上面德國腸 OK，下面披薩就普普通通。酥皮湯入面係忌廉湯都 OK，酥皮好食，我老婆攞咗2次添啊。三文魚都幾新鮮 ，OK 啊。餐廳畀咗每人1個牌，可以換鮑汁扣花膠，正喎。花膠大小適中，略略好食過車仔麵嗰啲少少啦，即係香港啲車仔麵啊。咁咬落去就少少爽爽地至到腍腍地之間呢，都 OK 嘅。碗仔翅都算足料，但係略嫌就唔夠結身啦，即係稀咗啲，似水嘅口感。上面羊架就有少少騷味，跟住烤魚就正正常常，烤蠔就好食夠鮮味。蓮子百合燉瘦肉味道好淡，如果好聽啲就叫清清地啦。現場仲有歌手駐唱，正喎。勁加裝芝麻五穀飲品，你當係芝麻加燕麥呢，都應該幾健康。勁加裝朱古力五穀飲品，我飲咗好多款勁加裝啊！今日左上角德國鹹豬手，外皮香脆，幾好食。右邊黑椒牛柳粒幾惹味，下面炸三文魚骨就一個鹹字，麻麻地。原來有煲仔飯添喎，下面煲仔飯佢臘腸算唔錯，上面牛扒就韌咗少少。呢幾款甜品都唔錯，尤其是白朱古力同埋黑朱古力。楊枝甘露我好耐都冇食過，啲生果都算幾甜。最後就試下幾種哈根達斯雪糕，同埋自己斟嘅軟雪糕。食完嘢就出去行下，咦，見到有明星足球隊張相喎。出咗酒店門口轉右，跟住呢，如果你食完自助餐都唔夠飽嘅，係可以食宵夜㗎。
第二朝起身，先去做咗一陣 gym，然後又食過。呢個團係比較 hea 咗啲嘅，唔使話好趕時間，點樣講行程啊，去景點啊咁樣，啱晒好似我呢啲比較喜歡慢活嘅人士，夠養生啊嘛，唔使咁急啊嘛。喺同一個地方食完自助晚餐，然後第二朝再食自助早餐，咪又係食嗰啲嘢？唔係。第二朝自助早餐當然會簡單啲，少啲嘢食啦，但係都有少少分別嘅。同埋我揾到今餐嘅 MVP 啊，一陣間就同大家分享下。呢度就有啲中式嘅蒸包啊、點心類嗰啲啦，糯米雞啊，有啲炸物啊、南瓜番薯啊、炒飯啊、豆腐啊、炒麵啊、菜啊、蒸腸粉、粉麵檔、滷蛋啊嗰啲。腸仔、煙肉、豆腐、茄汁豆、粟米、西蘭花、炒蛋、煎蛋，有啲炸物，有粥、烚蛋、茶葉蛋。左邊係勁家莊嘅咖啡五穀飲品，右邊就甩皮，又係勁家莊黑糖薑母五穀飲品，佢辣辣地，如果冬天飲就啱晒啊！左邊肉夾饃，外皮又脆卜卜，中間啲豬肉就鹹鹹地，普普通通啦。中間西多士就比較薄身，唔夠外脆內軟嘅感覺啊。右邊炒蛋就正正常常。呢一碟左邊第一條腸仔好食，右上角奶黃包都 OK，中間紅色好似玫瑰嗰個樣嘅糕呢，食落去就甜甜地都 OK，其他就正正常常。麵包、葡撻嗰啲都 OK 嘅，炒麵就凍咗。如果炒麵係熱嘅，就應該幾好食。豆腐花都算幾滑，同埋冇酸味。上次嗰間有酸味啊嘛。魚片粥真係有魚片，但係我要喺個煲嗰度滗好耐先至揾到。我覺得今餐嘅 MVP 係呢個腸粉，佢啱啱蒸起，入邊加咗雞蛋，好香滑，落啲豉油同埋花生醬已經掂。今朝啲西瓜同埋哈密瓜仲甜過尋晚喎。我覺得兩餐自助餐嘅食物都唔算話好頂級，但係款式係比較多同埋算唔錯嘅，環境都幾舒服嘅，同埋有現場駐唱嘅歌手。check in 同埋 check out 都可以自助，真係唔使請咁多人啊！然後下一站就係去生產養生食品嘅公司勁家莊。勁家莊係展超大俠，即係何家勁創辦嘅養生食品嘅公司。而家到上袁姐姐就介紹緊，哇！我都去同展大俠打下卡先，雖然係個公仔，又睇下佢介紹公司嘅 video。
然後再參觀下佢廠房同埋啲食品嘅生產過程。呢一邊應該係生產緊啲黑芝麻丸啊。咁當然要介紹下啲養生食品啦。當然我都有買咗啲戰利品，然後去食最後的午餐。嗰個團嘅行程最後啊，餐廳叫做東江女。導遊話呢一間餐廳呢，係呢一個地區嘅團餐嚟講算唔錯嘅。咁我一陣間睇下有幾唔錯啦。首先嚟個魚湯，佢魚湯入邊呢，有好多魚嗰啲應該頭嗰啲骨啊，佢入邊爽爽地幾好食嘅，而湯就好清甜，隻雞唔算太鹹，都還可以。豬肉就夠入味，但係就肥咗啲。炒豆角就普普通通啦。條魚就分咗兩邊，有邊又有鋪辣椒。我就夾冇鋪辣椒嗰邊呢，真係唔辣喎，都 OK。呢個魚炸咗之後就攞去炆，幾入味幾好食，同埋都有啲爽爽地嗰啲骨啊，掂。個豆腐煲又夠滑。呢個小炒王都幾有鑊氣。呢個應該係魚蛋，幾彈牙，OK 啊。再整個番茄炒蛋。普通咗啲，但係好食。終於完成2日1夜嘅行程。今次我哋係參加關鍵旅遊，團費499蚊港幣，第二位減200，即係299，平均每人399。另外每人每日90蚊嘅導遊費，包4餐，住1晚酒店，又唔係話 sell 好多嘢嘅。咁我覺得呢一個價錢，住靚酒店食靚自助餐，算性價比高。今次段片就分享到呢一度。鍾意拍片嘅朋友請記得 CLS， 即係 comment 俾留言俾 like 讚好同埋 share 分享出去，令到更多朋友得到資訊。如果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，當有新片上架就會收到通知。多謝收看，下次再見。